小盖著作第一集，阿春无罪。这本册有收单类18部短篇小说，写作年份1986到2005，捌刊伫台文通信26至142期。台湾的文艺海洋台语文学作品议题包括白色恐怖甲实名政权、美丽的张老拿1986、大头兵黄明龙1987、出国这项代志纪念叶斗记先生1989、起小花1993、图书馆的秘密1994、乡事宝记短篇1998、The Unspeakable 2000、失乐园2001、黄客的结局2003、高雄美丽岛事件、暗杀者2004、抬狗2005、讨客兄2005、环境甲自然保护、阿春无罪、救编、白菜博士1992、台湾人身份认同、客家讲2000、为什么孝娃误射2004、大武山魂2004、